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高贵之歌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日开始来关心检调侦办超市甲量菜进口鸡卵这个案，昨昏去超几哪个所在，冒约谈相关人员。今日透早，超市公司的负责人以2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也那量菜公司的负责人是以100万交保，涉任的员工以30万交保。另外，中央特产会涉案的专员是以50万交保。伫媒体镜头头前是无去讲啥，检调侦办超市甲量菜进口鸡卵的案件，昨昏约谈中央特产会、农业部公务员、甲超市，还有量菜两间公司的人员。特产会过去的人员行伫后壁，穿白鞋子，量菜负责人之一的王朝辉，昨暗以证人的身份移送台北地检署复讯。中间过程当中有没有谁直接跟我讲？专案发生伫去年，国内鸡卵供应量无够。政府委托超市甲量菜这两间公司进口巴西的卵甲日本的卵，不过去互在野党的立委质疑讲有涉及图利，嘛违反政府的采购法等等的义务，所以向北检告发，专案向图利甲诈欺的罪嫌来侦办。检调单位针对鸡蛋的部分，有来请畜产会的同仁跟相关的本会的同仁，到那个应该是检调单位那边去做一些询问跟约谈。那至于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我想因为侦查不公开的方式，我不便说明。台北地检署分14路，超市农业部等等的所在，这一批访约谈的，还有超市的负责人陈武桥，甲量菜另外一个负责人林义良，还有农业部特产会官员，甲前特产会执行长，也就是现任的农业部动保司副市长陈忠兴，甲迄当阵特产会家禽组的组长蒋英泰，拢伫透早红请回。也拿超市的负责人陈武桥涉嫌加重诈欺等罪，下令200万交保，而且限制出境出海。也拿量菜负责人林义良是以100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府部落食阿伯落来台仔粽尾中毒案是造成3个人死亡，其中即摆还有2个人是住伫家护病房。疾管署有公布上新的结果，伫11个人内底拢有验到农药脱服熊，也拿阿伯内底台仔的农药浓度上介悬。检方即摆已经分他治案侦办，有家属是质疑讲是安怎出现第一个案例时拢无通报，希望台东县政府出来说明。经过真侪研究日，连续有7个人出院。台东的台仔粽阿伯中毒案，到即马还有2个人持续住院治疗。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妈妈在医院，然后我就过来，我就在顾，有好转了。住院病患家属就伫身边陪伴，表示妈妈的病况已经有较好啊。不过专案造成3个人死亡，真侪人送医。即马官方搁再公布上新的调查进度。有11个个案有送检，那血液跟尿液呢，都有检出到这个托福松的这个浓度。那12名个案当中有1位是因为他是已经死亡，然后在医院当中没有留存他先前的检体，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替这一位送验。其中一个死者无留检体，无法度送验以外，村内拢有检验，准讲浓度侪少无共，不过胃血也是少，拢有验出托福松。家己食村的检体验出来的农药是同款的，甚至经过了解，所有死者解剖了后，拢阳性反应，等于是12个人体内拢发现托福松。一个当症病患的家属，伫台东县长姚庆玲的面册留话，即期出现头一个个案了后，乃无发现，嘛无通报，要求县政府会当说明。专案疑点真侪，检方也继续调查。案件发生迄当时，警方就捌通知过身阿嬷的后生说明，即马阿伯内底的台仔，也甲精密具内底留的台仔粉，拢验出高浓度的托福松，是毋是牵涉到人为因素？检方嘛分他治案侦办，案件真相也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消署公布边境的查验，有发现一批对泰国进口的肯德基鸡肉钱的香料有致癌的物质宽用乙烷，拢总有2000多公斤。针对这个事件，肯德基强调讲，这批香料拢已经照规定退回，全台湾的门市拢无使用到。煮甲赤赤的鸡肉是袂少人真介意食的好料理。不过，即马所有风声讲，连锁的素食店肯德基因用的进口调味粉，伫边境去用验出有致癌的物质，引起消费者忧虑。会很怕，对，因为现在食安的问题很严重，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孩子，可能导致致癌的物品嘛。
对，所以可能会考虑针对身体健康的考量，可能比较不会常去购买。小数字是公布上新边境查验的结果，其中一批富力餐饮公司为泰国进口的肯德基原味鸡肉的调味粉，互验出有致癌的物件，款用1元，有到2000多公斤，按规定都要全部退回或者是销毁。泰国输入的调味粉因检出残留农药环氧乙烷0.1 ppm， 被判定为不合格。动物科的医师表示，款用1元伫医学甲工业的方面，清在互摕来做消毒剂，为国家批准做农药啊，会当用来分农产品或者是除害虫。不过，国际癌症中心已经把列做是1级的致癌物，长期接触恐惊会增加致癌的风险。长久接触环氧乙烷会增加血癌还有淋巴癌的风险。工作人员在工作当中大量接触到环氧乙烷，它可能会带来一些神经病变。针对这点，肯德基发声明强调讲，这批调味粉在边境互检查了后，已经按规定退货，并无流入去市场。全台湾的门市嘛拢无使用这批有问题的调味粉，而且嘛会主动把无共批号的调味粉交予第三方来检测，确保产品有符合规定。食药署强调讲，在边境互查落来业者，未来保检产品会变较严格，改做是每一批拢会检验。记者综合报道。含乡亲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雨会较少，气象署透早已经解除大雨特报，也毋过今仔日的天气也是较无稳定。咱来看分图。今仔日有方面会通过咱台湾中部以北、东半部、澎湖、金门、马祖，拢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的雨会较粗，也若南部今日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过到牛落雷公雨。温度的方面，今仔日的高温是29度至31度左右，中南部的高温可能有32度至34度，也若无落雨的时，嘛是会感觉较翕较烧热。连续几若天的大雨，互山区的土石即马是真松软，乡亲若想要挖进山区，就要细致。亲像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就提醒讲，伫小杨溪登山口要往七彩山峰的所在，即马只有土石头落落来，民众就要慢车过。另外，伫苗栗泰安嘛发生土石放落来去击着工人，也若即个工人送病院是救无回来。顶手中的病部虽然有风雨网看到，不时也有烂山的土石滚落来。苗栗县泰安乡苗62线大约8.9公里所在，当日进行边部修缮工程所发生意外，早起10点外，亲像因为连日大雨造成土石松动，当日进行工程的人员甲几乎拢互土石击着。现场工程人员于路面上准备施工工具时，山壁上落石突然砸下，一名工人头部外伤，手有骨折。到达现场之后，没有意识、没有呼吸、没有脉搏。勒令现场施工的现场进行做停工啊，现场做一些现场的一个封闭啊，等待劳检局中区分局的这边的进行调查。香港受伤的74年厝姓高的查甫人，迄当时伫路中操作工区背对山壁，被呼反应，身体真侪划伤，甲骨头支气，紧急送去病院，有缘死亡。连日落雨也使得台北市草山国家公园内的七星山主峰步道出现小型的崩塌，用管处表示第一时间就赶紧抢修出便道，也毋过现场龙关真歹行，提醒游客无必要暂时莫去。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国道1号路南分林后尾路段，顶一日是发生重大车祸，造成3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死者生了的女性，伊的家属即马是指控讲，伊是含人有金钱的纠纷，而且伫车祸之前，伊阁要报案讲红逼车，怀疑这毋是单纯的车祸。即马检警已经改向刑案的方向来侦办。来看中国时报，经济部公布8月份外销订单金额超过美金502亿。年增率是9.1%，连续6个月正成长。统计处是指出讲，因为即马 AI 新科技的需求继续有咧增加，所以第4季有可能会比第3季也阁较好，业绩会当继续成长。也毋过嘛有一寡无确定的因素，亲像是美国港口即马有劳工伫罢工，啊，阁有中东的情势无稳定，和美国总统伫要大选，这拢是无确定的因素。来看联合报。咱中银行顶礼拜有提出第7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要打压炒房。防治机讲，这个政策恐惊会害到无辜。
中央银行伫昨昏就表示讲，这款怀疑是合理的。那央行是一直有咧听外界意见，所以会伫1个月内提出配套的措施，和排除条款来限缩投资客，去帮助真正想要买厝的民众。中银行搁再提出信用管制措施，要来打压炒房。有风声讲，买第2户的贷款利息，即马已经是超过3%，各有银行即马已经无法度贷款啊。有专家嘛认为讲，未来种介绍较加、较细间的厝会较受欢迎，安尼买厝投资的就会变较少。受到申请安政策的影响，真侪银行房贷量拢在咧增加，不少银行只好以量压价，或者是抬选客户。目前市面上只要是买第2户的贷款，有风声讲利率全面纠管到3%起跳。至少可能第1户的人有机会，房价不会莫名其妙的飙涨。你随便过一下子，房子涨得就超过那个利率，还是有赚头，有赚头人家就会去买。根据了解，只要无自家用主体，头一届要买厝的人，房贷利率是2.35%起跳，相关贷款会当贷到8成。不过，若是买第2户贷款，利率至少是3%起跳，趴数相关，敢若会当贷到5成。想要贷款，还要排伫头一届买厝的人的后壁。有风声讲，房贷市占率排前2名的台湾银行甲土地银行，第2户房贷利率拢超过3%。土地银行表示，目前房贷量能还阁会当维持伫一定的水准，会配合主管机关的政策。贷款利率会照市场的行情来调整。根据房屋交易业者统计，今年下半年7多新的案，完工交厝的有57000户，伫前10大行政区内底，桃园甲台中拢各占4区。1500万以内的这些小宅，它的热度相对来说还是蛮稳健的。但是中大坪数的物件啊，特别是这个换屋型中坪数的这一个产品，可能会这个市场冷却的情况会特别的明显。有专家指出，受到买盘消退影响，按算未来房市议价空间会较大，不过价销未快速修正。如果大间甲中间的厝可能暂时未阁起，或者是维持目前的价销。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做伙关心国际新闻，来关心中东的局势。以色列和真主党即马也继续在相战。目前黎巴嫩已经有569个人死亡，上千人受伤。以色列是表示，因有炸死一个真主党高级将领，也若真主党嘛继续在轰炸以色列。黎巴嫩是表示讲，即马只有美国出兵，才有法度结束这场战争。也若联合国是按算伫今仔日要针对即马双方相战战术升级这件代志召开安理会。以色列军方24暗，甲拍向北部城市萨德华的火箭弹砸落来，不过可能有漏交的。警方伫一个社区互拍到的厝附近，找到火箭弹有啊。黎巴嫩真主党迄天嘛讲，有向以色列北部达到军事基地甲其他的目标，射差不多50粒的火箭弹。同这个时阵，以色列连续第2天攻击真主党控制贝鲁特地区，而且造成包括囡仔在内等等重大的伤亡，有一个高级指挥官全咧无名。באו היה עם מפקדים נוספים ממערך הטילים של חיזבאללה. לפחות 2 מהם חוסלו ואנחנו עדיין עומדים את תוצאות התקיפה. 黎巴嫩官员讲，头一天也就是以色列第23个攻击，是1975年至1999年内战以来上界粗残的一天。联合国大会总辩论自时举行，以色列针对伫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辩护，黎巴嫩要求联合国召开安理会。In recent days, Hezbollah has also extended the range of its rocket attacks. We will not let Iran's terrorist cronies dictate the future of our nation. أليس هذا الإرهاب بعينه فأصبح المطلوب اليوم إبادة وإعاقة الشعب اللبناني كعقاب جماعي؟ ومن حقنا أن نسأل أليس هذا السيناريو الذي صرح به كبار المسؤولين الإسرائيليين؟ Lebanon is at the brink. The people of Lebanon, the people of Israel, an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cannot afford Lebanon to become another Gaza. 以色列国防部长甲朗特表示，对防止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射火箭弹等等的攻击，联合国当然会提责任。伊伫 X 平台发文讲，因为联合国无承认因的行动，嘛无全面履行安理会第1701号的决议，也就是随停止敌对行动，恢复稳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以色列23时继续去攻击黎巴嫩的南部真主党的据点，真侪人即马无地味，无惊带咧赶紧向北边刷，结果是造成交通大塞车拢塌掉咧。另外一寡唔愿离开的人是走去庇护所去避。
即马反导战争会愈来愈严重，愈来愈厉害，嘛有人开始排队咧抢买物资。黎巴嫩的街头，即马大家拢真惊吓。黎巴嫩遭到以色列空袭的贝卡省地区，民家陷入火海，惊吓的民众赶紧带躯家火药塞车逃离。以色列拜一大开杀戒，轰炸黎巴嫩几啊个真主动据点，造成严重伤亡。看到战火就要扫掉工园，真多民众只好先将家庭送去安全所在，因有的一支火药刻入卡车车厢，有的骑奥多麦明显超载。蔚南到北的道路车条，占据几啊条道路，会当讲看不到前步。在中南部地中海沿海城市塞达，有人选择继续向北逃，也有人秘密改造临时避难所的好好避难。قصفوا حد البناية باب بيتي كلها انهزت علي وأزمت كتير وهيك يعني عشان هيك اضطرينا ننزح جينا لهون قالوا لنا امين الوضع كتير مأساوي نقطع يعني نحن بطول والغارات حد مننا有一寡大地，我见以色列边界居民原本拍死唔退，也毋过为着囡仔的安全设想，也不得已改变心意，撤到庇护所。يعني من أول ما بدأت الحرب يعني قصف مع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كنا إعدام بس لما لقيناها اشتدت صار حوالينا قالوا لنا انخرعت يعني اضطرينا إنه شو نحمل حالنا ونسلم إلا لولا الأطفال أنا والله ما بتزحزح من مكاني 也毋过随着战火扩大，到底走去倒位才安全，真侪人心中拢有疑问。伫这个同时，黎巴嫩部分城市街路已经出现白灯长、枪被棒甲加油情形。专家更加烦恼，若美国甲伊朗也插入这场冲突，恐怕会为中东地区带来更加大的灾难。公司新闻将回应评论。目前联合国正在召开大会，阿富汗的女性有去联合国要求国际社会在面对塔利班政权打压女性和查某囡仔人权的时，就应该采取实际行动来阻挡。伊拉美国的明星梅丽翠普嘛有到位表达支持。美国影后梅丽史翠普23伫咧联合国活动，声援阿富汗女性时阵讲法正大。And today in Kabul, a female cat has more freedoms than a woman. A cat may go sit on her front stoop and feel the sun on her face. She may chase a squirrel into the park. A squirrel has more rights than a girl in Afghanistan today because the public parks have been closed to women and girls. 梅丽史翠普讲，连鸟仔拢会当快乐地唱歌，阿富汗女性煞袂使。中国嘅塔利班政权以消除恶习、弘扬美德为理由，颁布新的法令，禁止女性伫咧公共场所发出声音，面也袂使互人看到。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表示，阿富汗女性甲查某囡仔正面临着性别歧视，抑个压迫嘅侵袭嘅危机。要互妇女受教育，要互因担任领导角色嘅就业机会，无成立因嘅权利甲自由。阿富汗将会永远无法度伫国际舞台得到因应该有嘅地位。Including speaking in the public, to see their voices are represented.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 listens to it. The ministers listens to it, and we have celebrities. I think it's a small sign of hope that is created for the women. 这场活动是由爱尔兰、印尼、瑞士加卡达的常驻代表团，加阿富汗妇女论坛共同举办。有几多位捌伫咧阿富汗政坛做伙实的女性政治人物责任参加。妇女事务部前任的部长萨拉比，塔利班第一遍掌权了后，阿富汗重建的改革人士。外交部人权加妇女国际事务司前任司长瓦达克，阿富汗前任的外交官、人权活动人士、妇女活动人士，抑个阿富汗下议院前副议长库菲，因拢真有能力无私予男性，也知影讲家己国家的女性同胞，出卖处境是愈来愈害。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今仔日国际上抑个啥物大代志，含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联合国大会总辩论今日举行，7大工业国集团G7的外交部长伫场边外口举办会议，冇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支持台湾有意义去参与国际组织，嘛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安全甲全世界进步的重要性。另外，嘛有强调因会坚定来支持乌克兰。来关心美国海军核动力舰舰佛蒙特号停伫南韩釜山港，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公开发表讲话，批评美国用武力来施压，强调会继续强化北韩的核武能力。
来关心根据美国智库上新的民调，在保护台湾这个议题顶悬，美国总统大选，即马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度是差不多是平共的，分别是44%甲45%拢赞成爱支持咱台湾。那美国选民是认为讲，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更较有才调来对付中国，避免中国拍台湾。也过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何锦丽选民是认为讲，何锦丽较愿意出兵来保护台湾。中国国安部指控咱的国军持海客去对中国进行网络攻击，而且佫公布3个人的相片和因的名姓，讲已经立案的调查。咱的国防部长郭立平是批评中国，这是网络攻击第1名的国家。那民防这方面，内政部按说要修法，加设物资大队。赖总统嘛有专工去南投关心民防训练的状况。中共相关对台文武恐吓，中国国安部也反甲咱国国军持海客指控3名现役总统电军军人扮演网军对中国进行网络攻击，除了公布相片甲名，也依照领导意见立案调查，外界比对发现其中1名身份亲像任职国军相关单位国防部长郭立平，而是严重否定反呛中国这是网攻第1名的国家。在进行这个网攻害亲的这一个国家的第1名，我想应该就是这个中国。相关的内容，我认为都不实。针对台海情势紧张，民间动起来，福摩斯含义立时展开方舟计划民防训练。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表示家己伫遮受到启发。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力量，能够自助。政府也强化物资储备，内政部长修法增设物资大队。郭立雄认为，全社会防卫是系组的一环。修法内容针对供应无稳的急救药品，随时立伫必要药品清单，互病院准备好战备药。不管是天灾或者人祸的时候呢，必须要成立的若干小组收容或者是物资的部分，我想也是跟大家所熟知的民防系统里面的一个协助跟整编跟处理有关系。台湾面临战备物资不足、军火库存共宽欠，加上美国对台军售用地交付超过200亿美金。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前军官真海事件一旦台海爆发冲突，中共封锁台湾，台湾恐惊陷入武器用力的危机。雄风飞弹或是国造的天空飞弹，乃至于建造速度更快的无人机，这都是在战时期间可以有效进行自己补充的，就是从台湾的东岸。就是一些友盟国家可能会运输给台湾的一些补给品。尤其台湾甲乌克兰、以色列无共，因为海岛国家形势较歹，造成军队补给更较艰难。学者表示，国军最近几年已经扩充飞弹库存，包括气将标枪、拖式飞弹等第1等武器，数量上看3000粒。战术层面上也会当实施目标，反制共军消耗战。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家人的警方伫山区去找到一个细汉查甫婴的遗体，目前已经得甲伊解剖。那涉案的是一个姓黄的查甫人，也就是这个囡仔死者的老爸。经过检方审问了后，即嘛是依照杀人罪、乌白弹死体这罪嫌，甲伊收押禁见。专案是因为新北市的教育局发现讲，有一个查甫囡仔应该去读册啊，却无入学，才开始去找讲囡仔伫倒。警方找到伊的囡仔的老爸，老爸是坦白讲囡仔已经因为意外死亡啊，互伊等伫家人的山区。也毋过，检方即马是怀疑讲，找到的是红婴的尸体，所以囡仔有可能伫红婴的时阵就已经过身，认定这个老爸嫌疑重大，也若实际原因等待调查。花莲嘉山空军基地传出那亲像食物中毒案，有阿兵哥含内部员工计共13个人，昨昏食饭饱了后开始骨吐骨流。目前国军花莲总病院和卫生局已经去现场采检，空军司令部表示会全力配合调查。稽查人员来到基地厨房进行采检，位于花莲嘉山基地的空军高准部，23传出有几名官兵食过中昼顿了后，暗时陆续出现吐骨流，亲像食物中毒，分别送去驻在各国军花莲总病院。有关水质的检验的部分，我们也做了采检，大概明后天会有一些初步的，包括细菌学的一些报告会出来。那卫生局在今天下午2点半，也会针对食物这些人员呢做粪便的一些采检。
病院甲卫生局积极调查有点悬。根据卫生局统计，基地包括官兵甲员工有13人出现吐甲流的症状。8名官兵送国军花莲总病院了后，其中2个人留医观察，另外2个人送花莲主治，3人因为症状较轻留伫医护室。嘉山基地里面啊，它是自己有厨房嘛，那但是它是委外厨工啦，那当然我们会针对于他这个厨工做他有没有身体检查，有没有一些伤口等等。卫生局坦白讲，基地厨房毋是餐饮业者，无需要依相关规范留迄天剩的饭菜，也毋过已经派人到基地勘察环境。空军司令部表示，已经保存食物检体，会全力配合疫调查验，也会要求各单位落实环境卫生，防止类似事件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北市天狗热本土菌株感染的疫情继续的扩大，疾管署阁公布新增加2个新的案例，目前已经有6例，拢是天狗热病毒第2型，重症和死亡率是比第1型也阁较悬。疾管署今嘛提醒讲，这个患者是出现走饱、吐的症头，所以提醒乡亲爱提高警觉。卫生所的人员透早就伫新店新和里活动中心设置体检站，有不少居民专工请假来做抽血检查，都惊去会到天狗热，家己唔知影。他有贴那个公告，然后就是通知我们来做筛检。你只要通知，担心就过来啊，这样大家都好。新北市天狗热菌株感染持续扩大，疾管署24公布，阁新增加2例天狗热的本土病例，一个住伫新店，一个住伫中和。经过疫调发现讲，这2个个案要伫潜伏期，嘛拢有去过三界庙甲天山公园。甲进前公布菌株的个案是属于同一个菌株的事件，累计已经有6个病例。检查结果拢是去挖到第2型天狗热的病毒，甲一般典型的症状无共款，重症甲致死率嘛比第1型的要较悬。如果说是在新店中和这边的民众，如果在发烧、头痛的症状以外，还有出现腹泻跟这个呕吐的话，不要误以为说一定是肠胃炎哈，希望能够就诊，然后告知医师你的一些活动史。疾管署强调讲，新北市中和的新南里、甲附近的景南里，还有新店的新和里，这3个里会列作是高风险区，设立社区的体检站，警戒时间到10月底为止。为了阻挡疫情扩大，新北卫生局嘛宣布讲，三界庙到天山公园的步道会封起来1个月，伫出入口的所在嘛会有封锁线甲菜馆制牌，嘛会加派骹手巡逻。民众若是偷走入去，依法上当会当罚3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公车去弄到2个查某大学生，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根据了解，这公车顶有行车安全辅助系统，而且有发出警示，也毋过司机无打动下。台中市政府即马宣布5项措施，除了要重罚，嘛要求所有的公车司机爱加强教育训练，要强化安全措施。未来嘛会随时去稽查公车敢有守规矩。台中旧业交通305公车2暗弄到2名女大学生，造成一死一伤，引起真大风波。台中市长罗秀燕24宣布5项措施，包括单发业者120万10天内调回全市2300名客运驾驶员教育训练，兼是强化20大条事路口安全措施，延期提悬重大事故记点比档，严重者会当靠补助款甲收回路款。佮要求年底进行全面加装行车安全辅助系统、行车安全补助系统。年底前全面完成安装，并且要求职业驾驶要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范，否则要重罚。根据交通部统计，台中市今年上半年行人交通事故死亡有28人，是6度上侪，比去年同期增加23.3%。政府强调重罚甲强制安全措施，只要透过行政上修正公车亏损补贴作业要点，就会当实行。行车安全辅助系统1套6万9，补助其中49%费用，也毋过行人零死亡，推动人命真贵。真侪公车业者营运困难，彻底执行纪律低，爱先为解决路口不当设计，加改善司机过路的劳动环境，这是根本之道。自己去付一半的钱去抓那个先进驾驶辅助系统，我们是觉得很困难。你立法强制他安装了，那我相信我们可以见到的，那就是公车业者可能也会跳出来说他们没有钱，政府应该要全额补助。我们觉得重点应该还是要先从公车司机的劳动环境以及路口的硬体建设
来去着手，我们觉得这才是根本之道。交通局表示，保证全市1400台公车，大约也有20%还未安装。若无做到，会以公车契约法则开罚。搁无定期伫路口稽查公车敢是有做到停看行的规定。另外，具有交通设施的驾驶车顶所安装的行车安全辅助系统发出警示，依刷无插已经先对业者罚5万。专案台中地检署以过失致死罪侦办，完成以20万交保。也毋过检方考量设施驾驶经济状况困难，最后以1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南金兴宫伫将军溪的溪边有设一个白搭亭，这是妙峰车水做科技的所在。顶一日是发现讲，这个所在互人乌白多本色，而且要挖50栋。因为现场并无电杆，台南市政府是咧调附近的监视器，要抓人，而且要移送法办。废弃土砂木材、塑胶品、防弹甲满世界，这毋是本色场所有大量的废弃物囤干那山。台南将军区金兴宫的白搭亭，这一半是标地，一半互政府征收做使用。即阵所有人伫遮乌白岛将近50公吨的粪扫，在地居民推测这应该是伫北大放甲烂去，才去运来遮，认为这款行为实在伤过分。这溪边土地拢有人来偷盗，但是毋捌倒遮济啦，一定是别人别位赶伊个车过偷盗的啊。哦，叫奥秘的对。是啊。阮昨日查迄个资料，就是去遐咧变物件，伊讲迄个拜六早啊，就是迄个买拜5暗拜六早啊3点外，有看你喺倒。金兴宫是地方大庙，即回听要伊即件代志，主要因为每当便拿大德公圣诞，因固定会去白搭亭边仔溪花做车水甲吊冰上的科技，落尾才佫摕倒去庙内顶放。但即阵连新名的车水圣地，嘛有人甲乌白乱舞。市府指出，相关单位已经在调查。将军溪旁的也算是防汛道路，是属于市府的一个土地哈。那权管单位是我们的水利局，那我们也有通报给水利局。那市府环保局的相关单位，在我们了解之后啊，也在礼拜天就有到现场来做过勘查。目前在调阅相关的监视器查证当中，那现场也已经采样送验，后续如查获行为人者，将依违反被修清理法移送地检署侦办外，并将处以600万元以下罚款。因为所在较压贴，加上附近并无啥物电杆，公所讲后续会佮参市府讨论来增设监视器，防范安尼情形佮发生。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受人破坏，也有一搭，这是澎湖北海伫水深18到20米的所在，有志工咧巡逻的时，发现有古早时期的遗址，超过100公尺范围的玄武石条，逐支拢有，拢是摆甲整整齐齐，边仔是若亲像有人互人磨过，志工已经赶紧通报相关单位来调查。海洋志工来澎湖北海进行生态环境巡查，创落18公尺深，发现真特别的景象。一搭超过100公尺的海域，有真侪玄武岩石条，有圆形的，有四角形。共同特点是外观敢若有磨过，无尖角，真筋骨，摆列嘛真整齐。发现的志工怀疑是不是古文明遗迹？人为刻意摆上去的，就好像我们以前那个老祖宗在建构那种石户的那种做法一样，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蛮整齐的一个路线，一个空间在堆放的。志工进一步指出，石条摆列真像石虎形态，真有可能是人为造成的。只是巡查当时水质正落，无记录坐漂，会听候海洋稳定时阵，搁再探访，也希望相关单位调查。他们没有确切的坐标哈，那大概就是在那个空壳屿附近，也请他们就是可以进一步的提供我们资讯哈。下一阶段我们会委托我们的中央研究院跟张振华的团队哈，继续来做这方面的调查。文化部文化自然局表示，澎湖地理结构真特别，南北海嘛拢有类似海底遗迹的团水，虎糋沉城都是团水之一。志工即个发现特殊的海底景象，会进行必要的调查甲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羽毛球选手伫奥运摕到金牌，今嘛咱国内拍羽毛球的运动人口嘛对咧增加。刚一年就开发出会当自动侦测拍球屈射系统，会当来分析每一个动作敢有正确，而且嘛当记录球的速度和角度，要用科技互训练更较专业。体育馆内面拢是下班来拍球的民众，
根据体育署统计，台湾球类运动第一名，以羽球运动人口上济，有300万以上，而且有愈来愈侪人的趋势。即马透过工业园 AI 技术来分析拍球的趋势位置，就亲像有专业教练伫咧边啊同款。觉得还不错，就是像我平常想要加强练那个杀球的部分，就是 AI 羽球教练就可以，就是专门针对我那个杀球的角度啊，还有一些力道的部分来做一些分析的。整个用起来就是我可以省了一笔教练费，然后加上我又透过这些数据，我可以更精准的去掌握我发球或者说我杀球的感觉。研发团队指出，系统是透过头前的高速相机监测器，给人伫运动的时身躯的关节甲刷振动的姿势，全部记录落来了后，判断出体验者的能力，买当知影家己拍球的姿势敢有健康。是透过高速的3D 视觉，那我们可以在1/10秒内就可以分析出你现在击球的球速，那甚至是角度，那还有落点，让使用者能够快速的知道现在自己的一个球龄或是自己的一个运动实力，那甚至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来有效率的提升自己的运动表现。系统目前已经参新德馆运动馆合作进行测试阶段，希望透过科技来达成运动科技化，培养出更加多优秀的运动选手，继续为台湾争取好成绩。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湾博物馆即马是以仙草莓啊，还有杜芭啊，在通拖做主题举办展览，嘛鼓励父母也是阿公阿嬷会当带囡仔来分享因细汉时的记忆。两只乌龙啊，搭来搭去，这是对中国唐朝开始的搭乌龙啊文化，一定有9000年的历史啊。通摊学者尤炳世收藏真侪搭乌龙啊的文物，伊讲较早大家会搭乌龙啊来博钱，毋过即马较罕咧看到啊，搭乌龙啊变做是一种文化的保存。咱台湾大概拢算较侪晚上，较早较有迄赌博啦，啊即马无啊啦，差异化咯，像我斗市啊，你斗市。啊，无咱来人看卖咧。这是国立台湾博物馆以仙啊、草莓啊、甲杜芭啊这3款通拖为主题展览。透过这届展览，互馆长想起细汉的时，用仙啊卡去换鸡仔饼的囡仔记忆。第一种就是台语讲的这个草泥工，吼。啊，第二种就是杜芭啊，第三种就是红毛车啊，无就是叫做仙啊，吼。看足侪人一定有足深的记忆啦，吼。比如讲，伊细汉的时阵，捌去收集吼，伊的壳，红毛车久的壳，啊100只会使换1角，吼，啊两角会使换一个起仔饼。这届展览内底有一个特别的文物，叫做菊仙啊，是古早人用鸡仔造成的仙啊造型。台博馆这个展览为期9个月，希望阿公阿嬷带孙仔来讲家己的囡仔记忆，增加囝孙仔之间的感情。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根据即马统计，咱台湾国内大约有15万只流浪狗。为了要让囡仔有正确的观念，台基本创意园区就举办流浪狗绘本广告书的活动，希望透过广告书，让囡仔了解流浪动物的困境，建立保护动物的观念。若看到古水的狗仔猫仔，不少人拢会想要饲，但是要饲就爱家饲一世人。为着让囡仔人有正确饲宠物的观念，台基文创意园区就办讲流浪狗绘本故事的活动，让囡仔人了解流浪狗伫街仔路无通食、无厝通好回去的困境。咱这本绘本主要是要甲小朋友讲，后盖若要饲什么宠物，唔好黑白饲，爱想好，因为你饲动物甲饲囡仔无啥物区别。拢是爱有爱心、耐心。根据农委会统计，台湾大概有15万只流浪狗，除了违法的贩市场，狗仔、猫仔家己走无去这原因，大部分的流浪狗拢是因为去互主人放杀。透过活动，希望建立大众保护动物、爱惜动物的观念，可会当趁机会练台语。囡仔拄好对台语有兴趣，啊嘛，迄个对动物就有介意，所以想讲带伊来这个活动。啊，上这拄好嘛，使互囡仔知影，就是对动物爱有责任。有淡薄物件我嘛袂晓讲的台语，就是一起来学台语安尼。
台语文分区表示，因逐个月拢会安排无共主题的台语讲故事内容，有趣味性、教育性，透过互动，甲绘本的内容延伸到生活中的议题，对囡仔人台语的理解甲学习嘛拢有帮助。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甲镜头来去嘉义。嘉义当中真出名的，除了蚵仔以外，而且这个所在生态是真丰富。有一个社区营造团队是结合当中的宗教和地方的文史，有举办活动，希望让更较侪民众来认捌这个所在。伊标定向大家讲当朝较早的故事，带民众去到地方的信仰中心找找历史，结合地方的故事甲宫庙的文物。要互大家用无共的角度来认捌当朝。我是大人吼，用讲故事甲咱讲嘛。啊，除了这以外，就是爱有庙的吼，像遮有一寡老庙，100-200档以上的历史的，咱就爱对这个庙的历史吼内底去找一寡蛛丝马迹吼。安尼靠我都去了解讲大概征讨因的历史是安怎。就我是有兴趣的，所以我就想来听。那我自己本身在台南的话，也会多带小朋友去一些校外教学的活动啊。然后希望小朋友可以因此，然后对自己的家乡多一点认同感。推广村落文化发展的计划团队，用五川、港口村甲三家村做背景，整理地方的历史甲产业的演变，来保存地方的文化。嘛，透过这个内容，想要替地方找到发展的机会。宗教有宗教的这个传承啦，吼啊，咱地方嘛是这种故事嘛是爱传承落。真欢喜啊，就是在了解这个老故事这样子，我也做欢喜安尼啊，因为即摆少年的较无咧了解这啊，所以我嘛感觉我有这个使命爱甲传承落啊。计划团队指出，伫庄口所在过去的历史拢无较正式的记录，拢是靠长辈的记忆来传承。因希望透过这种方式，先保存找到的资料，嘛希望带动更较侪人来重视庄口的历史，协助找找更较侪地方的故事。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翁仔某结婚会当做伙行一世人，真无简单。高雄市就举办结婚50周年活动，有300对夫妻报名参加，因是做伙翕相食大饼，嘛大方分享维持婚姻久长的秘诀。75档，我已经97了嘛，97了，95，结婚72年啊。轻轻啊，甲太太的手牵起来，因拢是结婚超过70年的翁仔某，来参加今年高雄市社会局举办的银发婚姻纪念活动，问因安怎互这段婚姻行甲久久长长，答案拢同款。互相忍耐啊，好吧？啊，怨天地啊，无好啦，就食好食歹，就无怨气。台语有一句话哦。无冤家不成夫妻啦，但是大家要互相谅解啦。若冤家就爱如何想讲较好啦。高雄市社会局伫咧中央节进前邀请300对结婚超过50年的翁仔某，做伙来饭店翕相、食喜饼、斗闹热。社会局表示，资本开放110对来报名，想袂到有300对拢来报名，其中59对翁仔某每日对看超过1架子，事实看到拢真新鲜。我跟我太太也是20年了，那我觉得20年很不容易。那50年那是更不简单，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婚姻啊能够这样子维持啊，真的是我们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人伫咧讲翁某恩爱人和乐，互相尊重无烦恼。这个时代建议夫妻爱互相尊重，莫互相气嫌，安尼翁某才通牵手一世人。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另外，咱台湾话嘛有一句讲，食鱼食肉嘛就爱有菜价，就是讲唔通经食，安尼才会食了较健康。时代因为较无喙齿、较无发的，常常就影响胃口。根据一份调查，咱国内有超过90%的时代拢食到无健康、营养不良。嘛是提醒时代，食饱唔是重点，食好营养较要紧。桌顶摆的刀卡有菜有肉，时大手提碗盘当得经暗顿的配菜。根据国健署的建议，大家爱食到5谷菜色、蛋白质类等等6种食物营养才会平均。为着要了解时大食食的习惯，红岛老人福利基金会有做调查，发现敢若6%的时大有做较高，其中定人含水果是上恶达成的。那坚果就像刚提到的，我们1汤匙的分量可以搭在它的日常点心或是早餐当中。那水果可以在饭后的时候也是一个拳头大小的分量。所
所以就用拳头或者是掌心的分量来确认。调查嘛指出，有9成的时段认为家己有食饱，不过少有7成以上的时段3个月来有变瘦的情形，恐惊影响到健康。营养师呼吁食好营养佮平均才是重点。为着要让时段食到健康佮好补，国健署有闹拍煮食的教学影片。8月嘛有针对时段办料理比赛，有社会组的参赛者高数2人看影片，学做适合时段的料理，佮在比赛中摕到金奖。本身伫菜市场在卖菜，老伙拢甲我讲哦，阮附近的那个什么长青食堂做的物件就歹食，无就是补袂烂呢。我定定就因这 information， 所以我才讲老伙爱食的物件就是一定爱煮烂，佮切落幼幼。另外，也有饭店的总铺师来参加国健署的料理比赛，因表示透过国健署的辅导，嘛较了解时段的需求。阮有去上课，有去，伊有来甲阮辅导，辅导了，阮就依照伊遐规范甲规定，阮去做，安尼伊迄个质地的软甲程度，阮拢有配合着咱的咱的国健署吼，来推动遮，所以阮就遵照遮来，互遮咱长者来使用安尼。国健署表示，这是因头一届针对时段办料理比赛，拢总有193个队伍来参加，有分做专业组、校园组、甲社会组。参赛者有来自社区的食堂、饭店，也是病院的营养师和学生等等。国健署希望透过比赛，鼓励民众通继续推广适合老人的煮食方式甲营养的料理。记者卢尚如、谢桂玲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今年环球小姐选美比赛已经是取消参选人年岁限制，互愈来愈侪女性会当徛起选美的舞台。最近伫南韩的比赛，就有一个80岁阿嬷去参加，这嘛表示讲，大家对水的观念正在改变。披环球小姐的选美彩带，规头白头毛，阿嬷级的参赛者崔顺华，伫正侪美女的包围，穿蓝色的礼服，显出高雅的气质。已经80岁，伊看起来真无共。 그러다가 제가 미스 유니버스 나이 제한 없다는 걸 보고 나 여기 나간다 그랬더니 어머니 거기까지요? 어머니 자관 뭐 하고 싶은 대로 해보세요 그랬거든요. 그래서 제가 이제 어저께 사진도 붙이고 했는데 대단합니다. 우리 어머니 대단합니다. 우리 할머니 짱 그랬죠. 제가 굉장히 기분이 좋아요. 环球小姐官方召集今年调整参赛条件，无限制最高年龄甲婚姻状态，嘛无限制是毋是已经做人的妈妈，互更较侪无共女性的水会当展现。伫阿根廷有一个60岁参赛者，先伫地区赛得到季冠，却伫全国比赛得到最佳容貌奖。 互媒体讲是选美女神，伫国际嘛伫流传。南韩这个银发参赛者，一个春卡出手优雅，够有自信，证明美丽无年纪的限制。 그런 것을 자기 자신이 키우기 위해서 사회에 나와서 자기가 가고 싶은 어떤 그런 곳을 다니면서 굉장히 그 활발한 활동도 하고 또 그렇게 함으로 해서 우리 시니어 사회가 굉장히 활발해지고. 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 由英国表演公司规划的大型骨牌的装置艺术，最近是刷到加拿大去演出，当地人是小济来看，8000外底骨牌啊摆出2公里半。骨牌一个一个倒落来过程，所有人拢举手机啊咧翕，想要甲记录落来。由8000外底大型骨牌组成的公共装置艺术，今年头一届来到北美洲，伫加拿大第一大城多伦多，这届骨牌有甲2.5公里长。 路线沿滨海街区一直到公园，骨牌一个一个倒去，烧台过程有到半点钟，大家是小济来看。I was watching the boat up on the hill, and you could see the crowd as they turned, and you could hear them cheer, and then they cheered again when it tumbled off the boat. 这个由英国表演公司策划罕见大型的装置，透过甲骨牌摆伫生活当中会经过的徛街、甲店头的附近，要来优化人甲人之间的距离。 尤其伫加拿大，有43%的民众真罕尼甲厝边斗小借问，即个参与这个活动，会当趁机会重建社交的联络。 It's really a chance for people to come together out of their homes, to meet their neighbors, to be part of a collective building exercise together, and ultimately to feel better connected on the other side. I would like community to understand how these dominoes are actually connecting all these different neighborhoods, all the different people and the neighbors living in those different neighborhoods, and they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too. 大型骨牌艺术，2016年伫法国普尼岛公开了后，
已经伫欧洲、澳洲、甲南非等等全球20外个城市展示。即个来到多伦多，出动200外个志工，用几啊点钟的时间，甲骨牌藏好好势。地地举行的时间，已经有真侪在地人留下真深的记忆。公司新闻杨间编译。天气报道在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9度，上悬有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9度，上悬是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9度，上悬31度。外岛的温度24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